5月19日，中山聯合珠海、聯動香港、澳門、深圳旅遊行業社會組織和省市網絡社會組織，在中山市大涌豪博城啟動519中國旅遊日主題日活動。今年中國旅遊日主題為感受山河美好旅程。中山市519中國旅遊日主題日活動啟動儀式當天，同步開展同心逐夢灣區好生活粵港澳網絡名人助力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主題採風文明小導遊大賽啟動活動，推介桂山秘境奇水沉香民宿微度假旅遊線路，首批10大研學旅行基地營地推薦單位，中山鄉村民宿芳草驛站等文旅資源，選聘美麗中山灣區好生活文旅系列推廣大 T 等8項活動。我很榮幸能夠為家鄉中山貢獻力量，感謝大會授予我美麗中山探城種草官的榮譽。好的，謝謝。深圳幸福長者灣區安心遊首發團出發。抵制亂象倡議宣言。啟動，祝賀。好的。我和一眾來自粵港澳的大 T 分別參觀紅博城，去到尖園家宴午餐，參觀尖苑和尖苑慈欣女民宿，參觀神灣菠蘿非遺文化園，參觀吳茂文會茶世界和參觀崖口村。在下條作品將向大家介紹我如何玩轉中山，記得留意哦。記得點讚關注哦。